923好多嘅 video 都係講外星人啊嘛，即係外星人侵略地球啊，外星人嚟到呢個世界啊，有好多呢啲咁嘅戲啊，或者係呢啲嘅怪物出現啊，即係譬如其中一套最出名嘅就係80幾年嘅時候出咗一套 Little Shop of Horrors， 哇！一睇先知喎，原來一開始啊佢就好似星戰咁掟啲字出嚟噶嘛，一路掟出嚟，佢就話9月23號咁，跟住外星人侵略地球咁樣，跟住就毀滅咗世界咁樣，咁個故事係講呢度。咁然後開頭咧就跟住揾3個嗰啲哇黑人嗰啲頭咧，即係整到好似比薩蛇塔咁高嗰啲黑人喺度唱歌咯喎，咁啊唱到即係一路唱，但係佢一路唱一路係去唔同嘅景度咁樣唱咧，去到其中個景咧就有個男人睇緊份報紙喎。咁當時我睇嘅時候我嚇一跳，因為點解咧？我睇，因為呢個字我一知道絕對係冇可能喺嗰個時代會出現㗎啦，所以我都嚇一跳。但係都唔及我幾個鐘頭之後先嚇一跳。因為點解咧？因為我睇嘅時候佢寫住咧 unexpected eclipse 啊嘛，咁我知道冇可能嘅，因為你冇可能 unexpected eclipse，因為你基本上所有嘅日食咧、月食咧，全部係計得到噶嘛。如果唔係，我哋點計到 tetra 啫？係咪先？你就係講緊 tetra， 一定計得到噶嘛。即係你可以計到過千年後，就好似 tetra 呢4個日食月食，其實喺1000年後都唔會發生噶嘛嚇。即係呢1000年內唔會再發生，1000年後先至有機會再發生，係計出嚟噶嘛，唔會 unexpected 噶嘛。所以我睇嘅時候好怪，因為由遠古啊，即係主耶穌時代都計得到噶啦，日食月食 OK 啊。如果唔係新月啊成啊嗰啲好多都佢哋都係用咁樣計。咁我都覺得好怪，邊有可能會有咁樣嘅？但係點知幾個鐘頭之後9月14號嘅吹角節。NASA 出嚟講咧，就係用翻 exactly 呢個字啊 ，unexpected eclipse 啊，大家記唔記得呢個新聞啊？記得啦。但我睇完之後，因為我就係諗住 enjoy 咁啊睇啦，睇完之後幾好深刻嘅，即係幾個鐘頭佢咪就係即係講緊今年即係80幾年嗰套戲咪講緊今年嘅9月23，即係話。因為歷史上未出現過 unexpected 嘅 eclipse 噶嘛，但係就係今年咧成日都講，因為原因咧就話原來咧佢哋個蘇豪嗰個嘅人造衛星就喺太空嘅，咁但係咧喺今次嘅月食底下同時見到日食，但係問題係 unexpected 嘅，佢哋 unexpected 唔到，即係佢 expect 唔到，而所以咧佢話係人類有史嚟第一次見到血月同埋第一次見到太陽變黑、月亮變血，係第一次同時見到。咁呢個咪約珥書第3章裏面所講咯，太陽變黑、月亮變血啊嘛，但係同時喎。同一剎那喎，因為點解？因為直情係地球、太陽、月亮3個連呢直線。咁而事實上，我哋會見到嘅月食就係因為地球係遮住咗太陽嘅光，照唔到月亮啊嘛。月亮嘅光係靠太陽反照啫嘛。但係地球嘅影遮咗月亮啊，咁所以我哋咪見到血月咯。但係問題，如果喺太空裏邊嘅蘇豪呢個人造衛星咧，如果喺正嗰個位啱啱轉到去嗰個位啊，因為佢轉緊噶嘛，不斷行緊噶嘛。係咪？因為我哋知道有好多人造衛星喺我哋地球之前同埋地球之後嘅軌跡行緊噶嘛。但係如果佢行到喺正嗰個位嘅時候咧，啱啱3個連一直線嘅時候，如果你喺地球睇，你就會見到月亮月食。但係如果你喺月亮望翻過嚟嘅時候，你就會見到太陽俾地球遮咗，咪日食咯。佢其實就話 unexpected 就係 unexpected 呢樣嘢，因為個軌跡冇得計嗰啲咁樣啊嘛。但係問題我講緊就係話喺80幾年嗰套戲一開始嘅時候已經講呢樣嘢喎，所以即係以我對於講咁多年關於天文，我就知道佢嗰份報紙冇可能會出現嘅。但係問題冇可能嘅，就喺幾個鐘頭之後，就喺今年首次出現。連 NASA 都講話係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啊嘛，係咪？咁點可能80幾年份報紙寫呢樣嘢？佢自己講，我呢個係人類歷史第一次 unexpected eclipse。OK， 咁所以變咗。即係我當時就係即係留翻係嗰段時間慢慢逐個睇嘅時候咧，都係一件特別嘅事嘅。睇完之後，哇！真係嚇一跳，哇！即係同佢哋喺 WeChat 猛咁傾啊，哇！咁恐怖嘅而家，即係究竟會有咩事喺9月23號發生啊？咁樣係咪？但係即係細估唔到真係嗰啲我哋人哋預期會發生嘅嘢，反而冇發生。我哋預期嘅嘢發生咧，係超出我哋想像咁樣，以時間嘅絕對性去發生添啊！咁所以呢點我覺得係超級震撼啊！即係在我嚟講呢一點。主日信息提及一出於1986年上映嘅搖滾樂歌舞片《Little Shop of Horrors》。影片一開始就有幾位演員載歌載舞，其中有一個鏡頭，演員走到一個正喺度讀報紙嘅男士後面。男士手上嘅報紙寫住 Unexpected Total Eclipse End of the World， 意思係一個無法預計的日全食，這是否世界末日？
日華牧師分析，由於科技發達，發生日食嘅日期係完全可以計算出嚟，因此應該唔會有無法預計嘅日食。但於上一年，即2015年9月13日，原定以色列節期吹角節當日，卻發生咗一次奇怪嘅日食。好多報章亦報導咗呢次事件。當日 NASA 嘅太陽動力學天文台 Solar Dynamics Observatory SDO 嘅衛星拍攝太陽嘅時候，剛好地球與月亮亦喺衛星與太陽嘅中間，形成咗雙日食 （double eclipse） 嘅奇怪現象。但係點解 NASA 要刻意讓人造衛星於2015年9月13日吹角節嘅時候飛到特定位置，於特定時間去拍攝呢張圖片呢？咁樣係咪要製造一個記憶鈎，成為一個預告，就係將要嚟臨嘅 Planet X 亦會帶嚟呢個未有預期嘅日全食 （unexpected total eclipse） 呢？